我哋嘅目的係咩呢？好多勃起嘅障礙嘅男士呈階級性咁樣跌落去嘅，可能開頭係只不過間唔時有啲不舉，有啲唔夠硬嘅啫，都入到去嘅。但係個心理焦慮冇去除呢，嗰一段時間呢，可能連入去都入唔到，淨係前戲硬啫，跟住好慌張啦。過嗰一段時間呢，甚至前戲咧都硬硬軟軟，唔係好聽話咁嘅。佢好少係會有自我改善，最多都係維持住嘅啫。咁喺呢個階級性嘅跌落去嘅時候呢，男士會好沮喪、好唔開心嘅，覺得人生冇意義嘅。我哋就係透過唔同嘅練習啦，減少焦慮咧，期望讓佢喺階級底嘅時候呢，一個彎道超速，轉一轉咁樣上翻嚟。當佢能夠轉上翻嚟嘅時候呢，其實成件事就大部分解決咗㗎啦。你幻想一下，一個有勃起障礙嘅男士，能夠經過練習，覺得自己掌控感多咗，然之後能夠順利勃起插入